来看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，4月初期要实施，甲美国扣动关税国家拢去互美国合作太过15国，奉承咱台湾嘛是其中一个。经济部长郭登辉就表示，已经定好应用的办法。除了这关税，Trump的后一步敢会针对汇率来出手呢？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就表示，这 Trump 是真歹预测的人，烦恼讲是会出现对台湾不利的评估。川普政府继续伫咧检视对美国扣高关税国家，并且甲因讲是垃圾15个。传讲台湾也伫咧名单内面，外界真关心经济部是毋是做好应用？对各种情境做假设的情境以后提出可以应用的方法。经济部不是谈判的单位了所以我们就自己的部分呢可以收集资料。郭登辉讲，经济部毋是谈判的单位，不过就家己的部分有收集资料。央行总裁杨金龙是伫20日央行理监事会议结束了回应讲，若是自对顶关税角度来看，台湾应该是无伫咧名单内面，因为就算是台湾对美国顺差继续扩大，迄是因为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甲 AI 相关伺服器。代表是互补的关系，袂人讲是无公平的贸易。因若美国敢会自关税扩大到汇率，杨金龙讲，若是敢若看汇率报告评断标准，以川普1.0的经验来讲，就要达到3项标准，才会被列入汇率操作国家。不过中国进前只敢若1项，也被指讲是操作汇率。根据以往我们跟财政部的一个评估呢，我们确定我们还是应该，我们的第3项应该是不会达到的，在这一方面，我们是有一点 worry 的，怕它的这个不确定的那个转变，对我们有一些不利的一个评估。针对川普无法度有一个个性，经济部讲已经想好应用办法，财政部也盘点输往美国的近30大废品，由行政院台美贸易小组做三盘推演，搁再由受影响产业的主管机关提出措施加协助。不过究竟会安怎影响，恐怕就等到4月初2才知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